一点点。第一，只是期待一点点，拨出咱宝贵时间，关心左右人需要。天顶的主得荣耀，一杯水摕互喙内的人，就会发出感谢和乐。检察咱真侪事得无用，主神听叹圣灵的感动。第二，只是付出一点点，忍受人奇怪眼神，专心见证主福音。天顶的主有纪念，关怀采访、探访倒病床的人，就发出基督香味。检察咱真侪事得检查，主神听叹圣神的催迫。第三，只是费心一点点，思过人心中较无要过较无主的义。天顶的主赐福气，用祈祷招呼失丧灵魂，就互人看去仰望。检察咱真侪事得救甜，主神听叹圣神的敬照。第四，只是奉献一点点，摕出咱淡薄资源，帮咱身边人开欠，天顶福气就加添。五饼两尾鱼，主爱使用，就实现关联作为。检察咱真侪事想袂晓，主神领受圣灵的恩赐。